來呢個單位有租金補貼72000俾你，你心動未 Nice。條友仔仲未到嘅，嗱，而家咪到咯，眨下眼功夫就到噶啦。香港直達巴士直接到屋苑使幾耐時間啫？同樣係千零蚊一尺嘅單位，精裝交付。你睇我呢個小區嘅屋苑幾大氣，幾氣派。哇，咁嘅小區環境掂啊！而家買樓咧，仲有契稅補貼。嚟到板房，你可以見到，相對嚟講，交樓標準呢個開發商咧做嘅品質咧係比較高嘅，連呢啲電視背景牆已經有晒俾你。再過嚟睇一睇我哋呢個格局，其實呢個可以做到3房2個洗手間嘅一個格局。主人房咧做埋衣帽間俾你去使用。你睇下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幾闊落。查翻嗰個資料咧，原來呢個單位有租金補貼72000俾你，你心動未？嚟到呢個客房一樣咁樣闊落，呢個發展商仲送埋智能家居俾業主去使用嘅。跟住總華攤長只帶你睇靚房。